所以伊咧问咱，啊，你敢有洗？毋是今仔日有洗身躯无吼？毋是昨昏有洗身躯无哦？毋是咧问这项代志哦。你敢有洗？意思就是你敢有真正互上帝圣神因带知，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咱敢有洗伫这内底？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吟唱的时阵，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咱来吟第一节。你叫宇宙君主，予伊洗清洁，叫有洗着高的宝血，叫有全是可救出的着清洁，叫有洗着高的宝血，叫有洗着血。你心温到神奇的宝血，有宝血，你的三条有清洁的那些将有洗的有高的宝血。这是咱今来献开圣诗第505首。祈祷有当时啊，是约束咱，毋是要约束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咱甲上帝所定的约。咱来吟505首，咱来吟第一节就好哈，来，做伙来。我要忠心，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从。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艰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顶礼拜甲少年团契的兄弟姊妹咧讲祈祷，祈祷毋是啥物货。我讲惊读《路加福音》18章耶稣讲的故事就知，祈祷毋是用我最中心，总是某一个部分，祈祷是用上帝最中心。所以咱怎样伫这个过程内底，重视知咱应该守的，愿咱重视听人，甲不时祈祷。咱来吟第3节这条歌词。我要祈祷，时刻无停来祈祷。我要真理，亲近天父宝座。我要专心，听上主写下祝福。我要坚信，应对救主脚步。我要坚信，应对救主脚步。咱来读二水教会第1章牧师所写的祈祷文，所以这个祈祷文伫505的尾段，所以假使咱也有摕神圣诗的纸本，就会当做伙用这段来祈祷。总是若无要紧，咱嘛会当听边仔的兄弟姊妹祈祷，互相参与这个祈祷，来陪伴咱的心。掌管性命的主，
我的爸上帝，感谢你将追求生命意义的意念放伫我心内，互我时常反省家己的处境，调整人生的方向，互我一生遵行你的旨意。伫逐摆反省的时，互我明白为什么伫活，期待家己伫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价值。我无愿意白白领受生命的恩典，却空手转来你的面前。我真毋望活出灿烂的人生，用我的生命来见证你，来荣耀你。求你开启我的眼光，互我通看见你的旨意。求你互我的心思平定，互我通静静思考你的话。求你管教我的灵魂，互我的生命幸福伫你。你是我的标杆，我愿为你来活。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大家平安，平安。咱预备心来做礼拜学咯。着趁上主找会到的时，追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求救伊。邪恶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撒迦来吟圣诗学咯，圣诗第147首，你检有赵君主，互伊洗清气。请会众起立吟全首。你将宇宙吞吐，予伊洗清气，将有世上高的宝血。
强有专心，靠救主的着情义，强有世上个会无悔，强有世上地有会，只有我着情义会无悔，主无悔，你的所条不是你的背那些。强有世的有个会无悔，你强有日行到主三路，强有世的有个会无悔，救主体难相对实在真可懂，强有世的有个会无悔。地有会，这灵魂到前去会无悔，主无悔，你的三条有前去特别那些，强有世只有个会无悔。你行西那落来二三强有白，世前去只有个会无悔。灵魂咸话，点出彼般的主题，世前去只有个会无悔。强有世，只有会，这灵魂到前去会无悔，主无悔，你的三条有前去白白那些。强有世只有个会无悔，当你世前去只有个会无悔，灵魂有悔，有无怎通世前去，就来世只有个会无悔。强有世，你有悔，世灵魂到前去会无悔，主无悔，你的三条有前去白白那些，强有世，只有个会无悔。请大家有缘徛着，咱做伙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朝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一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58篇，暂时嘛是罗马书第8章。伫圣写后面1103页，显着我的启，请会众来印。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来为咱，啥人会当依伫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圣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异人的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
是迫害，是妖恶。是善者，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有人民的因果，阮有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伫尾台的羊，拢毋是伫遮的一切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也到有顺。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真善，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下的神明，也是其他的宇宙。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要同心感谢俄罗你，你是全知全能独一的真神，阮体会你的奥妙甲安排。感谢你，搁顾守阮，经过一礼拜会久的时间，但今仔日是主你搁所想赐予互阮的安息圣日，互阮有份来甲伫你的圣殿内面，撒甲来敬拜你。虽然有人因为家庭上需要，社会上需要，也是身体上欠安，无法度来甲圣殿撒甲聚集。阮也恳求主你有缘赐福因，甲因的家庭，互因拢平安顺遂。主啊，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神互骨孤单。恳求你来透放阮心中遐无爽快，互阮心中无爽快，人通对主你来讲，阮的心对胆开始有换新正直的灵，互阮拢充满你的恩典，互阮所有的一切拢行通，愿一切荣耀拢归乎天父上帝。听阮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搬过诸天，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所以，阮伫每一日拢通充满欢喜甲愿望。也因为你是阮人生上大的主宰，你确要保守阮的一生，随梦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听阮的主，你服侍的这条路上，的确毋是一条平坦的直路。一路上行来所拄到的惊吓甲紧张，总是有主你的允带甲带领，互阮无得惊，无得论，互阮深深体会到，这是一条值得来行的路，因为主的稳定教也鸳鸯，因为你是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阮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三甲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22章第7节甲23节。国语和合本圣经第116页，现代台语译本圣经第191页。显着我来读。拄到节就是着太搬过节的羊羔迄日到啦。耶稣找彼得甲约翰甲因讲。恁去准备搬过节的暗餐，咱通食。因甲因问：你爱阮伫倒位准备？耶稣甲因讲：恁入去城内，会拄到一个摕水盘的查甫人，恁对伊去，伊要入去迄间厝。甲迄家人的主人讲：老师弟问，伊甲伊的门徒。要食搬过节暗餐的客厅伫倒位？迄个人会报恁看楼顶一间宽好势的大厅，恁就伫遐准备。因去看到逐项甲耶稣甲因讲的拢相款，因就伫遐准备搬过节的暗餐。晚餐的时间到，耶稣就坐倒，使徒甲伊坐做伙。耶稣甲因讲：我受难以前，真爱甲恁食这个搬过节的暗餐。我甲恁讲，这个暗餐伫上帝国完全实现以前，我绝对袂阁食。耶稣将杯接过来，感谢了后讲：恁捧这个杯
分互大家啉。我甲恁讲，对现在起直到上帝国来临，我绝对袂阁啉这个葡萄酒。然后耶稣摕饼，感谢了后，掰开摕互因，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献的，恁着做这个来纪念我。食了后，伊阁照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的约，用我为着恁流出的血设立的。恁看，厝的我这个人、迄个人，即阵甲我做伙伸手伫桌顶，因为恁主会照上帝的决定离开世间。毋过出卖恁主迄个人惨啊！因就问来问去，爱知因中间什么人会做这个代志。以上，这时请圣歌队来学乐，你当负我的恶。这时，请本堂牧师来正道，题目是有备宴谢。大家平安。愿上帝安慰甲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过去这2天，亲像台湾咧过年共款，互话对咱中间有个人，台湾咧过年共款，因为过去这2天拄啊好有一个国际性的棒球赛伫咱台湾咧举行。所以过去这2天台湾队拢赢吼，
所以请问有看的人，请举手我看卖好无？好，手放下哈，手放下。所以大家拢做一工、一两工的球迷啦吼。事实上，这个看球赛其实是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因为看球赛是我个会记得出细汉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其实个毋知影迄个比赛网吼，迄个12点的时阵，互阮爸爸学起来。困上好的时阵，去互阮爸爸学起来，然后就大家看棒球赛吼。迄个是足细汉，我会记得，我毋知上小学啊袂，我袂记得啦吼。总是迄是我真正足细汉的记忆啊吼，安尼就会当代表我确实是有年岁啊吼。我想咱大家知影吼，请问迄时阵有起来看棒球赛，请举手我看卖好无？吼，多谢，安尼歹势，安尼显出咱的年纪啊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对一寡台湾人，特别是台湾囡仔来讲，其实看棒球赛是一个细汉真深的记忆。所以我毋知讲过去这两天，台湾跟咱咧过年吼，迄个拍赢7-11会当减价，迄上好的啦吼，迄上好的吼。所以咱拢为着台湾队来祈祷，嘛毋忘加油，嘛毋忘因会当得到胜利。总是事实上，只不过是球赛尔，吼。所以请爱记住，只不过是球赛尔。咱更较要紧的是，咱的性命爱赢。赢毋是要达人压落底，也是互人输。咱的赢是上帝伫咱生命中做王掌权，安尼叫做赢。所以愿上帝甲咱做伙伫地，互咱的生命真正有上帝掌权，因为伊来较赢。所以我要邀请你边仔的人讲，嘿，你今仔袂输啊吼，一定会赢，吼。咱做伙来祈祷，求主帮助阮。你知影，阮伫生命中无共款的期间，无共款的时刻，阮会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加祝福。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知阮的人生有赢有输，总是阮知，当阮有你甲阮做伙伫地时，阮就较赢这一切。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2022年的时阵，有一个国际性的美食杂志，伊捌调查全世界450间的餐厅，然后对内底统计出上贵的10间米其林餐厅，其中5间伫日本。上贵的米其林餐厅是伫西班牙。咱知影平均一个人入去食一顿饭爱开偌济？要看卖啊？平均爱开偌济？好，平均一个人入去食一顿饭爱开1740美金，偌济？差不多新台币48000块。总是我这个世界上有可能到现在啦吼，上贵的一顿，有可能迄顿叫做巴菲特的午餐。咱知影对2000年开始，旧金山的 Great 这个基金会就开始伫eBay来拍卖迄个股神，咱来称作股神啦吼，股神巴菲特的中昼顿。第一档2000年的时阵，公元2000年的时阵，第一档拍卖得标的价销是25000块，甲伊食一顿饭25000块啦吼。第二档较低
18000块，美金哦，拢美金哦，拢美金。总是短时间甲媒体的报道，这个名声介绍的渐渐有悬。到2011年，过11冬，到2011年，咱知影要甲巴菲特食一顿中昼顿爱开偌济？263万美金，263万美金，甲伊食一顿中昼顿。去年2022年，因为拄疫情的关系，因即个拍卖停2冬。2022年叫做上尾一遍的拍卖，上尾一遍的拍卖就是巴菲特讲伊伤老啊，无爱搁食吼，无爱搁甲别人食，所以甲巴菲特食去年吼，迄是去年，今年无啊啦吼。对去年了的，今年拢无啊吼。上尾迄顿的中昼顿，咱知影爱付偌济，哈食会着。要看卖啊？好，1900万美金，1900万美金。所以咱爱知影，就是会当带7个朋友，然後伫紐約上高級的牛排馆食迄頓。相信咱大家拢知影，遮个人所付出的价值，远远悬过遮个。总是有缘有人买呢，是安怎？是安怎？遮个人遮戆好？甲这个人食饭，竟然爱开遮侪钱，所以有的人检菜是想要拼，在网络顶头叫做网络流量啊吼，拼迄个版面新闻名声。有的人可能想要爱投资的建议，随上某人甲巴菲特食迄顿饭了，就互伊请去做伊的新郎，真趣味哦吼。所以嘛，有人得到迄个食头路的机会。所以，遮个人所开的钱，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知影，因遮个人开的钱拢已经回本啦。因遮个人开的钱拢已经回本啦。总是有一顿是咱用钱买袂到，极其尊贵。钱嘛买袂到，极其尊贵。咱愿意付偌济来入这场宴席咧？有人捌安尼对主耶稣讲：路加福音14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会当伫上帝国啉食的人，真有福气。这就是极其珍贵的迄场宴席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已经付上伊性命的代价，为咱备办这场宴席，要邀请咱，总是咱会拒绝，或是会欢喜来接受呢？这就要看咱。主耶稣带伊的学生耶路撒冷的路人行路的时阵，已经有3摆有言过。伊要受祭司头、经学教师的凌辱甲迫害，总是门徒甲百姓犹原对耶稣的身份甲使命无啥了解。加上伊的学生犹太来背叛，就成做这个历程内底上尾一粒石头。就是咱讲成就上帝心意的上尾一粒。路加福音22章第30到第40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撒旦入去迄个叫做以斯加略的犹太的心内，伊是12使徒的一个，
伊去甲祭司长甲以及圣殿的守卫官参详，看要用什么法度将耶稣出卖互因。路加是照当时的人理解，人是安那会做歹理由做出解说，总是安尼写有可能咱会误会，掠做迄拢撒旦的毋对啊，甲我无地带，绝对毋是安尼。咱应该爱承认，是咱的心无够坚定，才会互撒旦所迷惑。当犹大决定讲好，啊无我来甲因参详看卖，这才互祭司长甲圣殿高赞有出手的机会。主耶稣捌伫旷野内底，伫路加福音中，伊捌伫旷野为着缀伊的5000个人举行宴席，互因食饱，来总结伫加利利的服侍。但伊也为着伊的学生举行宴席，来总结伊伫耶路撒冷的服侍。所以对这个宴席了后，伊是总结结束伫耶路撒冷的服侍。刷落来，主耶稣要面临的，就是另外一段的旅程。路加福音22章第7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度假节就是着台搬过节的羊羔迄日到啦。照约翰的描述，这是耶稣第3摆甲门徒过搬过节。路加是安尼强调，是主耶稣做主人，伊主动咧备办这场宴席，伊是这场宴席的主人，总是也是迄只准备要互人抬的羊羔。路加福音22章第8节刷落去，圣经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请彼得甲约翰甲因讲：恁去准备搬过节的晚餐，咱通食。迄个暗顿吼，这是台湾人迄较台湾的用法。晚餐是较其实这是下门音嘛吼。翻译的时候拢用下门音。晚餐对度假节到搬过节这个节期，是传统犹太人咧纪念、咧记得上帝透过摩西带以色列人、上帝百姓离开埃及迄个受辖制的所在，来纪念上帝的救赎。上时因守这个节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听候上帝主权来临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节期，总是过节爱有意义，不只是咧记得过去，嘛咧听候加毋忘。路加福音19章，路加福音22章第9节到第10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甲伊问：你爱阮伫倒位准备？耶稣甲因讲：恁入去城内，会拄到一个提水盘的查甫人，恁缀伊去，伊要入去迄间厝。这个情形甲主耶稣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真相同，因为拢表示一项代志，主耶稣已经事前就已经备办好势。因为当时通常去抢水、灌水办的是查某囡仔，歹势。当时通常提水办的拢是查某囡仔。总是耶稣讲啊，恁入城的时阵，就会看到一个提水办的查甫人，真特别咯吼。所以伊是一个记号，一个暗号，所以这必然是事先约好，这就表示这场宴席是耶稣事前的安排。
今仔日咱若去到耶路撒冷，会互这个导游带到一个所在，号称迄叫做上尾暗晚餐的空间。随上经过战争甲占领，真正咱今仔称伊叫做马可楼的所在，应该无个伫地，应该无啊。所以，迄是一个，互咱看到讲，这是亲像当时的迄个款式尔，迄个所在应该无啊。伫咱传统的教会内底咧摆设桌仔椅仔的座位，咱来知影一个礼拜，这个摆设桌仔椅仔的座位，通常就有暗藏一个象征，叫做十字架。所以咱爱知影，咱安尼坐毋是无意义的哦。咱安尼坐是有一个暗藏十字架，迄个暗藏的象征。然后入来到礼拜堂上核心的所在，咱会看到两项物件。第一项物件叫做圣餐桌，有的人摆伫头前啦吼。咱是来囥头前后壁。第二项物件叫做讲台，咱来知影，这个拢有实际看到，拢有上征的意义。上征什么货？伫咱的教会内底咧讲到迄个圣餐、甲主祭桌的意义，以及上帝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入来，免讲话。惊看到这个，咱就爱知影，咱爱注重什么货？就是爱会记得甲主坐桌。第二，爱注重上帝的话伫咱的生命内底。这个甲主坐桌，其实就是圣神在做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做主人款待的这顿，今仔日咱免去到耶路撒冷敲吹，事实上已经伫咱的教堂的摆设内底，就亲像上帝当时款待这的学生，打这种上美好的款待，设立圣餐。就伫每一间属于名下的教会内底来延续，互这种款待延续到现在。路加福音22章13节到14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落来。因去看到逐项甲耶稣甲因讲的拢相款，因就伫遐准备搬过节的晚餐，晚餐的时间到，耶稣就坐倒，使徒甲伊做伙坐。咱来知现代人拢受到手表时间的限制，咱透过时间准时要去读册，准时要起床，准时要工课、生活甲开会。咱拢会定一个时间，讲什么时间咱来做这项代志。表面上看起来，时间亲像咱通控制，总是如云这位神学家对咱讲，这种对时间的观念，搁安那准确，嘛有可能对咱真做负担，因为咱会惊无准时。除非将伊换做上帝的时间，咱爱知，伫上帝的时间内底，伫伊手中就有机会充满意义。就亲像这个学生，即时已经备办好，咱知影什么话叫做备办好啦？备办好的意思就是咱闻到味啊，听有意思无？这学生备办好的意思就是闻到味啊，就亲像咱伫客厅咧坐啊，就当闻到妈妈伫迄个灶骹已经煮，啊，还未煮好，咱就闻无味对无？
啊，什么时阵时间到啊？时间到，叫做已经闻到味啊！啊，闻到味，就喙烂就开始对无？喙烂就开始准备要出来，然后就知影讲，嘿，时间到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叫做时间啊！上帝的时间到。路加福音22章15节，刷落去安尼讲：耶稣甲因讲，我受难以前，真爱甲恁食即个盘过节的晚餐。主耶稣伫即个宴席一开始就真明白，咧讲起这是伊受害进前上尾一届的宴席。这场出名的宴席，历来就引起侪侪敬拜上帝的人的想象。上出名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达文西画伫米兰天主教的石堂，迄是一个修道院的石堂的壁顶头。伫1980年的时阵，这个食堂食饭的所在啦，这个食堂就互世界遗产来列做世界的遗产。这幅图叫做《最后的晚餐》。我相信咱大家拢小可知影。换一句话来讲，迄个话要紧的是，咧提醒来到遮食饭的人爱会记住，咱逐摆食的时爱纪念伊。所以毋是惊伫遮，咱讲用圣餐的时期了。当咱转去食饭的时阵，我古早拢毋知影我是安那爱食饭前祈祷。后来我慢慢知影这个意思。伫食饭，不管是有个人感觉讲烧的较祈祷啊吼，冷的毋通免祈祷吼。啊，其实迄拢是误解。换一句话来讲，当咱咧食的时阵，基督徒爱知影另外一项代志，转去食饭的时阵爱慢慢步。慢慢步吼，这喙齿医生会同咱讲爱慢慢步，生迄个喙烂，迄是上好诶。然后，更较要紧诶是慢慢步诶时阵，基督徒会当做另外一项代志，就是祈祷，透过安尼纪念咱诶主，迄叫做伫咱诶生活内底甲主坐道。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换一句话来讲。主耶稣伫迄个宴席顶头，就亲像家长带伊的学生做伙进行搬过节的宴席。伫即时，因是共做厝内的人，就是兄弟姊妹。就是安尼，耶稣也透过伫即个宴席内底的分享咧，对咱讲，伊受害的原因。就是取代迄只羊羔，成就上帝的救赎。路加福音22章19、19、20节安尼讲，做伙来读。咱检查已经听真侪遍，牧师伫圣餐的时阵会读的经节。这段经节后来嘛，互保罗应用伫哥林多前书。咱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然后耶稣提饼。感谢了后，擘开摕互因，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献的，恁着做这个来纪念我。食了后，伊搁照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的约，用我为着恁流出的血设立的。主耶稣的祝谢有伊真特别的风格，真简单、真普通、真平常。这嘛咧对咱讲，咱平常时食饭就是安尼啦，总是个真特别，因为主耶稣祝谢的时阵，会互伊的学生认得出来。擘饼要提醒咱，伊要甲破碎有做咱做伙伫地，咱着学伊嘛，常时为咱所听的来破碎。
提杯为着要记得伊为咱所流的血，透过啉，将这个上顶的真理就内化伫咱的生命内底。路加描述耶稣照搬过一个礼仪2摆的提杯，也上顶将摩西约换做新约，因为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放撒的，我的血为恁所流的。主耶稣受苦，爱延伸到咱的性命，当咱知伊为咱死，咱通分享伊的性命，也会当甲伊的苦难相隔伫地。约翰福音记载描述另外一幕，伫这个食饭的宴桌内底，讲起上帝是安怎要款待人，极其的敬重。因为食了后，约翰福音13章第40到第5节就安尼描述。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就离开桌，脱外衫。摕一条巾仔下伫腰内，腰刃，然后将水倒伫水盘，甲门徒洗骹，佮用下伫腰刃的巾仔甲因拭。派克这位作家安尼描述，伊讲，只有一个人已经徛伫官位，伊是列比老师主人，突然间。落到上街站，开始甲第一个人洗骹。伫这个行动内底，耶稣有表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特殊。真少人明白伫遮发生啥物代志，连伊的门徒伫耶稣的行为内底，嘛惊甲毋知影要安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邀请咱，啥物会叫做甲伊坐桌？邀请咱做3项代志来记得伊，就亲像伊互行洗礼，约翰行洗礼，伊嘛邀请咱去甲人行洗礼。啥物会叫做甲人行洗礼？甲人行洗礼的意思就是帮助人。互上帝圣神来改变，帮助人，互伊的生命改变。了解我的意思吼？行洗礼不只是上顶的意思，是咱通真做上帝听的工具，互人的生命改变。伊也邀请咱亲像百饼共款破碎家己的生命。是咱承认，咱是一个破碎有罪的生命，总是就是破碎嘛，爱甲人分享。上尾，伊邀请咱，因为听来互相洗骹，因为透过安尼，人通认出咱是伊的学生。总是耶稣线落去安尼讲，路加福音22章21到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看，出卖我迄个人，即阵甲我做伙伸手伫桌顶，因为人子会照上帝决定离开世间。毋过，出卖人子迄个人惨啊！咱来知影，做伙甲主耶稣伸手伫桌顶，就迄13个人啊，就是迄13个人。迄时啦吼，迄时咧描述的时阵，迄时就是迄13个人做伙伸手伫桌顶。这里对咱讲一个事实，毋是所有伫宴席顶头上尾拢会当算作是上帝群体的一员。主耶稣在犹太要出卖伊，这对咱讲一个真现实的代志，就是咱捌做伙啉食。嘛，无的确会当互相信任，除非透过刷落来的行动，才有法度表示表达迄个人的实在。
伊的受苦虽然伫上帝旨意内底，嘛无表示出卖、气杀、甲定死耶稣的人，通推卸责任。咱毋免亲像即群门徒来问讲，啥物人？咧问别人，啥物人要出卖？出卖咱的主？实际上，咱来问家己，咱是毋是有互人卖血出卖耶稣？传统基督教的教父认为，主设立这顿是为着要纪念伊上时伫内底经历上帝甲咱之地的医治甲赦免。我相信，可能咱拢甲我，你拢甲我共款，咱的心难免会经历卖血失落的时刻。有时，咱就亲像迄两个往以马忤的学生，心思只是放伫家己的软只甲失落的内底，假使咱的心充满对抗，充满犹豫，就会看无。所以，伫甲主坐倒的时，请会记得，互咱的心主来开，求主甲咱做伙伫地，互咱哪少的心化作肉心，互咱的心柔软、敏感、开放甲自由。咱拢应该学耶稣备办好咱性命的恩赦，因为咱的性命时常会互过去咱生命中侪痛苦的记忆来占满，总是加在上帝怜悯，上帝嘛会当互咱的心生出极大的渴慕，因为一旦咱清楚明白，伊为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咱这个软只充满罪性的人，就通充满毋望。保罗是唯一毋捌伫主耶稣生前伫主身躯边的使徒，总是伊却有法度有信心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对我来讲，我是基督，死是利益。伫纪念耶稣的时刻，圣神要带咱，甲伊进入奥秘的契合内底。这种经验真深个亲密，才有法度互保罗讲出这款深刻的话。这就是每一遍圣餐的时，咱所宣告的：基督已经死，基督搁活，基督要搁来。当咱备办甲主坐倒，是重新互咱会记起过去的事实，更加明白现在咱生命中每一个时刻有伊要甲咱做伙伫地，嘛甲咱线落来所行的每一步做伙伫地。当伊八饼破碎伊的性命时，咱就通拍开目睭，认出伊是我的主。主耶稣的恩赦是上帝的款待，无亲像世间王国，就是世间人所伫意的权力，就是交换。世间人其实较伫意的是我会当得到偌济，我富者的我会当得到偌济，毋是。主耶稣是白白的赏赐，伊要将上帝丰富的款待赏赐咱，互坐倒的得到尊荣。上帝款待无条件，包括这个送向人、甲边缘的人，然后咱愿意悔改，毋是领到一张门票，座位的门票，毋是。是当人接到这个邀请知，这是唯一帮助咱会当有清醒甲伊坐倒的路径。
上帝款待无要求，可以当转化人的心。所以当撒该甲主做伙坐倒了后，伊就徛起来宣告，对答以后，伊要改变伊的生活，甲所追求的目标。随上伫教会历史内底，食啥物，甲啥物人做伙食，然后怎样食，拢捌造成真侪的辩论，甲极大的紧张。伫初来教会的时阵，保罗就捌骂彼得甲巴拉巴伫甲人甲食饭顶头的虚假。迄个代志，咱家己去查《加拉太书》第1章、第2章11到14节。伫第一遍耶路撒冷会议的时阵，拢讨论着甲礼甲食饭中间的禁忌。请咱家己看《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21节。伫宗教改革的时期，嘛捌因为圣餐、洗礼的观点无同，就分真侪教派。就亲像今仔日咱会当看到，目睭看到的浸信会，浸信会就是洗礼的观点无同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就有人讲爱规身躯落去，才真正有洗着。有人佫主张讲，不只是规身躯落去哦，佫爱洗伫活水哦，所以爱带去迄个大海洗哦。到底要洗偌济才够清气？请问，要洗几遍才有法度清气？这就是对圣餐、对洗礼无共款的观点，就造成今仔日侪教会、侪教派的无同。总是，请毋通袂记即甲主坐倒的真正的原则。南非的荷兰改革宗教会伫1857年的大会内底，做出一个毁灭性的决议。因决定讲，因为某一寡人的下两者，用阮黑人甲白人伫守圣餐的时阵，用无共款的道，所以黑人甲白人当时对1857年开始，因守圣餐，黑人一道，白人一道。总是这个决议也互人看做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源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上帝的款待放伫人的身躯顶头，人变做透过安尼去拒绝别人的理由的时阵，啥物会叫做福音？这个福音就无去啊！这绝对毋是主爱咱备办的宴席，这绝对嘛毋是上帝为咱所备办的宴席。就亲像主捌安尼讲，今仔日伫每一个所在拢安尼。路加福音22章第16节是安尼讲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甲恁讲，这个晚餐伫上帝国完全实现以前，我绝对袂搁食。亲爱兄弟姊妹，请问咱性命的晚餐，拢想要甲啥物人食？总是假使伫咱的性命的晚餐顶头，只想要照家己的心意来食，还是要照甲上帝做伙共道来食呢？路加福音上尾迄个故事，我一直伫上尾一直咧讲迄个故事。主耶稣的两个门徒，因愿意款待一个青云人，无熟悉，总是因愿意款待接待伊。因完全无想到，却因为安尼来经验到上帝的款待，领受上帝温暖的祝福甲医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咱需要的宴席。
上帝欢迎所有的人，伊的囝邀请用伊的花邀请咱参与。伫做伙同道食饭的时，咱要经验的不只是饭食，迄个饭菜尔，丰盛的饭菜，更加是福音的救赎，是伊有血有肉的祝福。这就是咱上应该备办的宴席。愿咱所备办的，真正有上帝的祝福。愿咱所食的每一顿，不只是伫遮甲主祭道迄顿了，爱会记节。伫咱每一顿的时阵，拢爱会记节甲主祭道。愿主就临在伫咱的生命甲生活内底，做伙来祈祷。主你人民院确实有限看无，其实你就甲阮做伙坐倒，因为安尼你会甲你的所听的囝儿做伙坐倒，帮助阮人民院伫阮每一遍咧食的时，透过安尼来记得你伫阮的生命中，帮助阮，互阮会当思想、笑念、记得，同时也享受这个欢喜。伫每一遍食的时，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三甲来吟圣诗回应，圣诗505首，我要忠实。请会众起立吟全首。我要忠心，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心，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听人，无分对敌甲朋友。我要是啥，诚心无求报偿。我要谦卑，在我心心真温柔。我要仰望，主听那祈祷。我要向上，主无有善人。我要记得，时刻无停来记得。我要尽力，尽困天白宝座。我要专心，听上主写下祝福。我要坚信，愿得救主脚步。我要坚信，愿得救主脚步。会众请坐，奉献。咱请张春燕执事、赖建成。
请会长起立，三角来吟奉献的诗，了后请陈素妍执事来带会长领奉献祈祷。主，阮感谢你，保守阮今仔日每一个人脚步，互阮来到这个所在来共同，伫这个所在来享受上帝你的话语进入阮的心。阮献上阮尽力会把阮的心力所献的，希望主你欢喜来悦纳，阮所献的，阮愿意恭敬互主来使用，求主你悦纳阮所献的，也祝福伫阮每一个人所献的心思意念内底。安尼恳求奉主圣子名求，阿门。会长，请坐。咱三角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长读两遍。伫圣书表下面，我甲恁讲，这个晚餐伫上帝国完全实现以前，我绝对袂搁食。路加福音22章16节，请。我甲恁讲，这个晚餐伫上帝国完全实现以前，我绝对袂搁食。路加福音22章16节。我甲恁讲，这个晚餐伫上帝国完全实现以前，我绝对袂搁食。路加福音22章16节。咱现甲周报第一页，3月份特首的中职黄传进、叶利益甲黄爷社，下主日3月19，服侍人员才家己看，尤其这个洗菜洗碗是中正甲管府主持是李正忠。咱搁看这个周间团契的聚会，咱这个名册甲时间家己看。主日学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国小班甲这个成人班的进程，今仔成人班甲进修课程，咱当作着长老，因为去学倒摆整着，今仔暂停，咱先开第2页，小组的聚会，的时间、地点，咱家己看。下面这个顶周这3月15，咱主日的奉献的名册，咱家己看，若是有订单的，请办公室来更正。咱先开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立学金审查委员会伫中午12点半伫702来召开，请审查委员出席参会。下主日3月19，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欢迎刘泽伟神学生来前来正道报告，请为着台神新学院的事工来奉献代祷。教会消息，中职团契东港潮州训练会邀请中职团契首长东港共同潮州，时间伫4月29日拜六，地点伫咱桃园教会咱请这个济南教会的这个郑养恩牧师要来潮州啦第2点，主日学进修的班的课程4月时间地点，咱欢迎家己看。照这个时间来踊跃来报名参加。第3点，咱为3月份开始，伫迄个宣传表内底，然后拍迄个星星的的书献者伫唱完这个奉献诗了后，会带这个会众
来做这个奉献的祈祷，请师兄注意这个周报的时间。第四点，65岁以上3月份的生日的长辈，请各区长这个少年干事来领这关怀礼券，适时来去探访关怀。教界消息，商联部举办北区壮世代讲座，伫3月23拜4，伫咱本会来举行请大家踊跃参与。要报名，请咱的商联团契会长、庆长长老来报名。报名甲今仔日已经查指第二点，新德中会教社部的东山环境教育的旅游4月22拜6，甲报名，这个夫妇团契文正会长来报告，是办公室，查指伫3月26。第三点，新德中会北区母亲节的旅游，伫5月初9拜2，地点伫中华生美文化园园区，请这个尹立芳执事来报名，查指到3月26。这时咱请牧师来介绍甲补充报告。来，我来介绍老朋友，毋是新朋友梁玉水长老加宋玉英姐妹，伊已经足久无来到咱中间，咱拍扑来欢迎因伫咱中间。今年的2月27号，我甲这个桃园区的素颜节，因就做伙去山顶来看因2人司马县教会来探访因结果无拍算去无啥塞车，总会转来大塞车总是会当看到因会当，因为这个玉水长老伫无偌久进前，伊有拄着一个大车祸，总是加载，即摆身体慢慢恢复。咱求上帝帮助夫妻，互因伫司马县教会会当有真好势我嘛有邀请，阮去的时阵阮即阵人迄毋是我尔阮一阵人，即阵人去去来因交塔互因款待实在是足歹势搭交塔总是嘛山顶有露营区真水，所以我嘛咧讲，咱兄弟姊妹，咱想讲要去山顶行行的，因遐有露营区，嘛有真简单歇困的所在啦，所以欢迎咱嘛会当去到这个苗栗这司马县这个所在对大湖遐去哩对大湖遐上去，然后他们那边有，如果要露营啦，小公园鹿野因有一个露营营地，相信嘛有大个所在。愿上帝祝福，互因伫山顶，或是伫山骹诶所有的情形。因为我后来才知影讲，原来过去已经真久，因算伫咱的教会安尼出入前后至少20年，有没有？超过20年，对不对？超过20冬进前伫咱的教会拢超过20冬不过即摆大部分时间拢住山顶，大部分时间拢住山顶所以咱为因祈祷，为因的身体祈祷，为因的心神祈祷，求上帝特别祝福互因这几项代志特别是这个训练会代志，我要特别提醒，就是中一团契同工的造就训练会，不只是中一同工尔。我要邀请咱各团契，就是各小组的咱感觉讲伊备办未来会当成做领导的人做伙来分享，嘛要邀请这个我会甲咱的教育部参详，有可能我会邀请北一区的教会教师这兄弟姊妹愿意做伙来，咱做伙来听这个郑阳老师伊的分享加祝福。上时咱也有开过，即摆开始活动哪来哪做，所以咱会当来经咱爱上时来备办进修，所以有这个每礼拜2、拜4的线上查经，上时嘛有这个业力执事所开的国外的主，这个拄好国外的节期内底咱会当透过安尼来进修，上时阁有8月2班。重金邀请
许宗友长老出来开班啦吼，所以咱这个重金邀请吼，就是真正足欢喜的吼，伊会当安尼有精神，想讲会当出来教咱白话字，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特别甲苦中乐做伙伫地，互伊的身躯、心神拢勇行，爱当个出来做老师啊吼。愿上帝祝福，就甲咱做伙伫地。好，祝福车恳圣诗394首，即时礼拜特别煞。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吟诗文，请牧师来祝祷。即是礼拜特别煞。大家吟诗通诗山，心肝上上三高杯，毋忘后期各主会，六日所做着生意，大项教主所加持，事拢讲上超法度，食通毋忘主保护。咸菜有时受艰苦，吞论我靠主照顾，困求天父是稳定，得着圣心大安慰，经过试炼那坚固，亲像风景那回路。世间艰苦无时节，天堂安乐永保天。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电乐列岛。咱互相请安，行平安礼。